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总统蔡英文自9日访问中美洲友邦，经过美国会见到麦卡锡，不过风声洪都拉斯谈总统出访的时阵宣布断交。高雄港77号码头20载起有一只外国货柜船弄到码头，酒测了后，发现放港的人所检出酒精反应。俄罗总统普京甲中国习近平会谈，普京表示愿意甲中国讨论进程所提出的12点乌克兰和平计划。总统府宣布，总统蔡英文第9日访问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加贝里斯，时间有10天遐长，而且这30过境美国纽约的时阵，会去领智库所颁发的全球领袖奖。4月初5过境洛杉矶，有可能伫咧瑞金图书馆发表演说，也会含奖其院议长麦卡锡见到面。那洪都拉斯是有风声讲，会伫总统出访期间宣布断交。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拢有伫咧拍拼，所有代志也拢伫咧掌握。总统府2日正式宣布，总统蔡英文要出访中美洲友邦，展开10天9暝民主会判强硬的旅程。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外交部长吴钊燮、经济部处长陈正奇等人陪同。行程的重点包括3月29出发，30过境美国纽约，4月初1去瓜地马拉，初3去贝里斯，初5过境美国洛杉矶，初7返来台湾。深化民主伙伴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平稳定，也持续推动互惠共荣的合作计划。各界关注的过境美国的行程，总统府表示，会伫确定了后才对外公布。按算会有2个重点：3月30过境纽约的时阵，蔡总统会去领哈德逊研究所颁发的全球领袖奖；4月初5过境洛杉矶，会伫瑞金图书馆发表演说，而且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那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这个时阵来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发这种大受敬献勋章。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民主伙伴应该更团结，携手捍卫区域的和平稳定。欧布莱恩大使常引用雷根前总统的名言：“和平靠实力。”这句话我们也深有同感。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with Taiwan. America is not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with respect to Taiwan.Not President Trump, not President Biden. 最近友邦洪都拉斯表态要甲中国建交，蔡英文这届出访无要去洪都拉斯。外交部表示，因为台湾甲洪都拉斯讨论还未达到共识，这个时阵无适合去访问。现在美国是出手到3天，总统拜登的特别顾问多德甲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见面。不过，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长表示，美国尊重洪都拉斯主权国家的决定，也警告洪都拉斯，不要陷入中国的这个金钱或者是承诺的这个陷阱。这个外长所讲的跟实际是有点出入。洪都拉斯敢有可能会伫总统出访的期间来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讲，还阁当地拍拼，所有的代志拢有掌握。嘛强调讲，若是为着邦交来付钱，这是对不起天地、国家甲人民，要甲中国用金钱来做竞争。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发布查到中国军机来10抓，军舰来2抓，继续伫咧扰乱台湾。其中19反舰机最近1礼拜就出现4届伫咧东部空袭。日本也公布中国的一个滨州舰最近也出现伫咧日本的西南群岛附近，甚至搁在经过台湾甲沖縄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峡上北。有专家分析讲，这强军的行动已经下过第1岛链，特别是东部海峡正适合畅水艦作战。解放军派出19反舰机，将有可能是要调查台湾华东地区的海峡还有地形，强化对咱国军的反舰作战能力。国防部2日发布，共计10架次2只强舰绕台，国军继续监控。日本统合幕僚监部20公布，中国海军空54 A 型飞弹巡航舰滨州舰最近驶日本西南群岛，穿过台湾甲日本沖縄县甲与那国岛之间海峡上北，专家认为无排除中共反制日本，伫朝鲜岛部署飞弹部队。这个如果说是绕行日本，我想多多少少它这个政治意义比较大于这个实际意义啊。如果说出这个宫古海峡的话，那它可能就是它要到这个西太平洋进行那个联合操演，就是它这个穿过这个第1岛链嘛，然后到这个西太平洋进行一个这个可能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作战演练。尤其19反舰直升机佫出现东部空袭，根据统计，进前1礼拜4摆出现东部空袭，因为19是
舰舰直升机，苏浩宏指出，东部海峡设下舰舰作战，特救主要是用在电采行动影片鱼雷攻击舰艇，研发强军调查华东海峡地形，强化对国军反舰作战能力。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廷指出，代表强军行动已经看出第一岛链也中强武力反台，美军高层也强调已经做好准备。But the bulk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will be deployed rapidly to the Western Pacific to come to the aid of Taiwan if the order comes to aid Taiwan in thwarting that invasion. 伊指出，若受到协防台湾的命令，就会赶紧部署到西太平地区支援台湾。伊愿希望强军应开好接听结束，美中军方无对话是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国军这礼拜当咧进行联合作战演练，第二天的科目包括反上2000，也个 IDF 战机、无机经历升空，架这敌军的战机砸落来，以及调这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陆空一路无机营区受到攻击，紧急派出乌鹰直升机伫咧桃园龙岗运动场跳落来，找所在避，做这战力保存演练。透早天也未光，反上2000架 IDF 战机接到指示，点到后天去地着起飞，为乘着基地升空，模拟紧急升空拦截敌机，为国军联合作战演练展开第二天的科目。车载建议飞弹也进入接战状态，对中国锁定敌机进行对停防空任务。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陆空一路2早起派出3架乌鹰直升机疏散演练，模拟营区防攻击。乌鹰紧急伫桃园龙岗运动场实施降落，官兵赶紧替乌鹰砍野步，强化战力保存。想带小孩来看，真的很酷啊！然后觉得好兴奋哦。先一个低空的侦察，那确定说我们的场地都是安全无虞之后，那我们飞机再依序来实施落地。国军加建立人手，加模拟的强军伫街路交战。陆军管制部官兵演练强军反台，可能会破坏国际海南站、加电信机绑定设备，针对重要设施，防护进行守备任务。淡水海缆站就是我们作战区所列管的国家重要基础的关键设施。那么暂时我们必须确保这些重要设施可以正常的运作，避免遭到敌人的侵扰破坏。国军扫落来也会伫宜兰头城、桃园击毁，防敌管是强军登陆红色沙堡，展开海堡反击作战，也毋过有学者认为，全台14个红色沙堡已经无符合即卖的战斗形式，需要重新盘点。从海滩、临海、陆地，甚至于领空做这些联合操演，也就在检讨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就讲动不动重新。以前都是花了很多功夫，逐年累下来。另外，金门圣诞上兵红同七监视认定李营是刀强。区国前表示，由法务人员鉴定经过多方调查，对李营的原因已经有答案，由台加董事长核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伫花莲内办影响连续4届地动，9点45分的时阵，发生规模5.3的地动上怪大。气象局地动中心表示，这4届地动拢是后矮大陆板块加菲律宾海板块相克所造成的。那照历史来看，这个区域毋是定定发生的。不过认为讲未来2天可能会再发生规模3到4.5的地动尾，请民众要特别注意。高雄规间厝拢咧海，大部分民众感受是真明显。因为早起9点45分，花莲县万影乡，也就是花莲县政府西南方49.5公里的所在，发生最是规模5.3的地动，深度有7.2公里。一直放而已啊，电视这都有贴着，没有就给它用倒了。第一次比较重，第一次比较重，它是有上下的，就晃。这届地动上大震度伫咧花莲县有4级，南投2万台。台东中滨、花莲市是3级，其他的所在拢有1级至2级的震度，全台湾拢感受会到。也若9点45分，头一届地动发生了后，后续的余震伫9点46分是规模4.4，9点54分则是规模3.9，也有9点59分规模是3.7。这个地震发生的位置主要是在中央山脉东边，位在纵谷断层的西边一点，所以说我们研判主要的因素应该还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碰撞挤压所造成的地震。气象局表示，为历史来看，这个所在50年来，敢若发生过一届规模6以上的地动，也若规模5以上的地动，包括1、2届是15届，
是无才发生的。遐若即个所在嘛，毋是较会发生地动的所在。毋过研判未来这2天，要是可能会有瑞士规模3至4.5的余震出现，民众要是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疫情的消息，讲到流感，搁再增加2个人死亡，高主也新增加4个病例，其中3个是本土病例，1个是对日本带病入境。讲到这本土的这个高主病例呢，即马是出现伫咧新北、苗栗，还有宜兰，国内的本土高主病例计共已经有10例咯。疾管署有表示讲，今下晡3点开始会开放高主疫苗网络登记，上紧明仔载伫桃园病院就当做着啊。国内高主疫情继续提悬，疾管署公布增加4例高主确定病例，拢是本国籍男性，年岁伫30到40外岁，其中3例是本土病例，个案住伫新北市苗栗县甲宜兰县。另外1例是日本境外移入病例，已经确认高风险接触者总共14人。上长监测日会到3月27为止，总共本土高主个案已经有10例。本土的病例其实都没有找到彼此的关联性，然后所以都是属于散发个案，主要还是社区的风险持续的提高。另外，流感病毒也继续发挥。顶礼拜，门基诊为流感就诊人次达到4.7万外人次。流感病毒主要是 A 型 H3N2 为主，佮增加2例流感死亡病例，年岁是50外岁甲80外岁，2人拢无做过这一季的流感疫苗。这2位个案呢都有慢性病史，那2位都有糖尿病，那也有一些像是就是神经系统或者是肝肾方面的慢性病。疾管署表示，考虑高主社区传播风险增加，所以提前到2月拜日下晡3点开放高主疫苗意愿登记平台，达到各市一间合作病院，提供高风险族群来预约。第一批会提供2500人份的疫苗，上紧2至拜3为福部桃园病院对应来自。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112年度春季节空主讲的典礼，今透早6点伫孔庙举行。不过参加典礼的中二国小学生有6个人出现头晕佮吐情形，其中4个有送病院治疗。目前医生先排除食物中毒，即卫生局也继续采样调查，了解破病原因。离透早6点外，气氛庄严。台南市112年春节祭空典礼正式开始。不过参加典礼的中二国校6个学生身体艰苦，其中2人无要紧，其他4个是头晕骨吐，送医治疗。因为天气比较闷热，小朋友的体力比较承受不住，所以有4个小朋友比较身体上、体力上比较不支。那有4个小朋友送医院，由值班医师会同感染科排除了食物中毒这个要件。中二国校出动42个学生，担任祭控疫生团队。有学生讲，食便当了后人无爽快，校嘛保留无食完的便当，配合卫生局调查。医生观察，初步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慎重起见，南市卫生局嘛采样调查，搁去做饭做便当阿摆的工厂检查。已经采验相关的检体送验，那后续如果有违规的情形，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中二国小瓦郡孔庙，所以逐年拢是学校的学生担任祭控疫生团队。学生4点半集合换服装，5点半到孔庙，6点仪式开始。对学生的体力是大挑战，是体力无够，也是食物中毒。未身份检验大概就1礼拜。该等卫生局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港77号码头20载起发生事故，有一只外国的货柜船要换港时阵，伊速度无减，直接就对码头撞起去，造成这码头损害。航港局也对相关人员做纠测，所以发现讲这放港人员竟然有酒精反应。目前航港局甲运安会已经介入调查，也若甲这个码头弄害去的这个货船呢，已经关制出港。赔偿的金额算了后呢，会由港务公司向准公司讨赔偿。外面这只货柜船准备要靠港，不过驶到岸边煞无停落来，直接为码头弄落。高雄港77号码头20载起，一只7万吨塞浦路斯级的货柜船，现代当家轮靠港的时阵，因为无及时减速，第四船直接为码头弄落，造成伫码头的船艇甲边仔空的阿摩头，真侪所在拢闭起。
后续的部分，今天已经有安排码头的水下检查的工作。如果那个码头的结构有受损的状况时，我们一并会依照相关规定，跟船方来请求损害赔偿。发生事故的船啊，已经刷去前顶渔港对面的118号码头，港务公司会算出相关的损失，向船主要求赔偿。因为船若要入港，会有对迄颗螺仔状况较了解的引水人上船来指挥。但是发生了后，航务中心会同港警，甲这个引水人做酒测。发现伊酒测值是0.19。高雄港饮水人办事处表示，伊伫前一暗有食酒，透早上班的时阵酒也未摕。港务局甲运安会已经介入调查，要来厘清责任。因为引水人上去，他是一个类似顾问的角色，操作都是船上的船长、船员在操作，他只是协助的角色，所以赔偿的责任都在船方。根据了解。去年11月12日，这个引水人协助船靠港的时阵，有去测到码头。这个事故技术是机械故障的问题。今年1月2日是发生船无落实并移并靠，再加上20个事故，已经是第3届。目前调查报告拢还未出来，相关的责任还佫伫咧厘清当中。按目前的法令，并无规定引水人有酒精的反应就袂当上船。不过，按饮水法的规定，若是因为饮水人致使船或者是货物受到损害等等的状况，行政主管机关会当甲伊记警告。2年内警告若是3届，就会当甲伊的牌扣起来3个月；情形若是严重者，会当甲伊的牌收倒转来3个月至2年。因为有前2届的记录，航务中心表示，这届的事故若是确认是饮水人有责任，会一届甲伊记3期警告，按饮水法第38条，甲伊的牌扣起来3个月。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音乐老师叫做詹慧玲，伊伫咧汤圆，互一个姓叶的警察抓落来。这个老师也接期警方查人的合法性，就讲一句真笨桶，随去互这警员肩跋倒压伫咧涂骹，佮带转去警察局9点钟久。落尾，这个警察呢，向依照妨害自由罪判刑6个月，放弃上诉专案来确定。这个老师今仔日也去到中立的警察分局，提出200万的国赔，希望各界就要来重视这警察职权有时伤过超过问题。詹老师加油！民众高调相反在律师的陪伴之下，音乐老师詹慧玲在民事追诉期2年期晚进前，一到中立警分局，高国赔请求书向警方请求200万国赔金，希望弥补特别2年前发生伫伊身躯的违法拿诈案造成的身心甲生活影响。它背后是一个主政体系堕落的问题，是从上到下对于警察职权过度扩权。甚至不理解自己工作范围的一个严重的错误。詹慧玲是伫去年4月廿第路，和姓叶的环境认为刑责可期进行拿查。詹慧玲因为这期拿在合法讲一句正戆，反倒倒来互大力压制，扣留9点钟。姓叶环境原本无起诉，经过詹慧玲申请再起，环境以妨害自由罪判刑6个月，放弃上诉之下定案。环境申请互社会劳动代替服刑。我们所期待。依法行政的警察，有人说话了吗？每一个人都漠视了这件事情在发生，而他们难道不是这件案子里面的共犯吗？警方回应已经将这执法有问题个案列为案例教材，照新修正的相关规定，加强环境教育训练。詹慧玲是认为，这国赔请求就是警方表达歉意的机会。那因诚心认为有错误，应该公开向伊，确保遭到违法拿在民众会失礼。记者综合报道。亚运的金牌选手陈珠安伫顶个月10日骑奥多拜经过桃园文中路，却摔落去当咧整修的地下水道，不幸来过往。家属也接期讲，这工地拢无设警告标示，也无安全的防护，而且超过申请的时间范围，批评市政府拢无伫咧监督，所以伊要来提起5200万的国家赔偿。市长张善政表示，厂商应该爱配合检察官调查，若准这厂商有责任，也要求厂商就要负责到底。如果真的有时光机，我要跟我儿子说：“儿子，那条路不要走，那条路很危险。”讲到因后生，这个做老母的是目屎流目屎滴，希望知影真相。顶个月16透早5点，轻艇凌船前国手陈如安经过桃园文中路口，去弄到市府下水道工程的位置啊，落落14公尺深时间的井内底。5点钟了后，才去互发现，送病院抢救也是不幸过往。他车头是好的。
加上这支市府甲包厢的工程管理有疏失。你们做得多好，我儿子就不会车头好，没外伤，直接掉下去，冷冰冰的在那个井里面5小时才被发现。这些家属呢，每一次事过境迁以后就被政府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希望呢，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提醒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来重视人民的安全。高雄的委任律师讲，在比对相关的资料了后，发现工地安全维护、甲交通局核准的计划有清差，现场嘛无设置充分的警示照明、甲安全防护设施，嘛超过核准的时间范围，因为光线无够，造成单日案发生事故。批评市府无确实督导，要求市府爱赔5200万。要求这个厂商日体公司配合检察官的调查，厘清责任归属。责任归属出来是什么样的话，这个厂商他不会回避的。桃园市长张善政讲，厂商应该配合检察官做调查，甲厘清责任。这个责任若是厂商的，市府绝对会要求因爱负责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总统普京20日在克里姆林宫加来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1对1的非正式会谈。普京表示讲，愿意讨论中国进前所提出的12点乌克兰和平计划。不过，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提醒外界，千万唔通去互骗去，若准无重视乌克兰主权的，拢只是在咧拖时间尔。大国。就伫国际刑事法院对罗西亚总统普京下逮捕令了后的第3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到莫斯科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两个人伫克里姆林宫的非正式会谈，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愿意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普京嘛讲，愿意讨论中国顶一日提出的12点乌克兰和平计划。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знакомились с ваши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остр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Украине. Конечн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суди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Знаем, что вы исходите из принципов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и соблюд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полож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неделим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всех сторон. 中国外交部伫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1年的时阵，发表关系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个文件互看到是中国版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文件内底12项立场，包括尊重各国的主权、停火、结束战争、启动和谈、保护百姓甲政府、袂当使用核武等等。不过，并无具体要求罗西亚都要为乌克兰撤军。因为这点正是乌克兰和谈的第一个条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日国务院记者会主动讲到习近平莫斯科的行程，讲捍卫乌克兰主权甲领土的完整性，应该是所有和平方案的基本元素。若无干那是咧拖沙尔，也无就是因想要造成不公的结果。And a ceasefire now, without a durable solution, would allow President Putin to rest and refit his troops, and then restart the war at a time more advantageous to Russia. The world should not be fooled by any tactical move by Russia, supported by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to freeze the war on its own terms. 在习近平出发进前，普京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感谢中国对乌克兰问题采取平衡的态度，而且欢迎中国在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讲中国甲罗西亚两国未去予美国侵略性的政策下入。因若基辅的领导人表面上是一再强调甲中国的共同点，也就是尊重领土甲主权的完整。不过私底下却是一直对泽伦斯基甲习近平的会面，或者是通话进行游说。中国对罗西亚的支持，也是为目前的经贸甲科技扩展到军事武器的支持，是基辅当局上界烦恼的代志。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针对美国和南韩扩大进行联合军演，北韩也有在准备礼拜进行武器核反击的这个演习。领导人金正恩搁再向全国喊声，讲随时会用核攻击来对抗敌人，也讲有140万人愿意做兵，其实是忠心任务。南韩的国防部是认为，北韩在核计划当中重大技术是有进步的。
北韩试射飞弹位树林中升起来，喷出火焰甲乌烟。这个领导人金正恩是带查某囝金珠爱出现。北韩官方媒体报道，8日军方进行核战演习，所试射的地点就在弹道飞弹配备模拟核弹头，飞行800公里了后，伫预定目标顶面800公尺所在引爆。南韩分析指出，这条飞弹就有可能是为一座轻质拖卡底的发射者发射。 사일로 발사는 즉각적인 발사가 가능합니다. 그 다음에 발사 의도를 미리 읽히지 않을 수 있어요. 왜냐하면 지하에서 다 준비한 다음에 쏴버리니까. 南韩专家表示，北韩这摆采用地下发射井，会互为飞弹组织液态电料等作业更加稳密，也更加袂互外界发觉，对改善未来相关试射速度甲稳定性有帮助。南韩统一部也观察到，北韩的核计划伫技术上出现重大突破。 북한이 핵과 관련돼서 상당한 기술의 발전을 이루고 있다, 뭐 이렇게 평가는 하고 있습니다만 그런 부분에 대해서는 추가적으로 좀 더 확인을 해봐야 될 부분이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金正恩也透过这摆演习对外放回，讲北韩会加倍强化核战力，有效阻止敌人的侵略行为，确保会当随对任何压倒性核攻击展开反击。北韩最近一连串的试射飞弹的动作，主要是针对美国甲南韩等咧举行的军演以来，除了强调核战能力，北韩官方媒体也报道，不仅自愿做兵，也是中心定岗的人真踊跃，伫短短2天内，为80万人增加到140万人，拢要对抗敌对的。 韩美两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法国年金改革问题继续伫咧滚价。顶礼拜，总理用宪法49.3条款跳过国会直接通过法案，就算在野党提出2项无信任动机，不过20日投票虽然无通过，只有差9票。不过，这个反对派到当时唔放弃，被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各地头的民众是继续伫咧抗议，工会会伫咧23进行全国大罢工。 市区四界的小本子，市民伫街路抗议年金改革，大批警力出动，各国民众发生冲突。法国年金改革争议继续滚价，政府打算将退休年岁为62岁调悬到64岁。顶礼拜总理宣布动用79.3条款，西过国会强行通过法案。在野党选区提出2项无信任动机，不过直接执行点名也是用9票之差惊险通过。 La majorité requise n'étant pas atteinte, la motion de censure n'est pas adoptée. Ils sont graves car il ne s'agit plus de s'opposer avec force, mais d'empêcher la discussion et de couvrir coûte que coûte la voix de l'orateur qui ne partage pas vos idées. 2项无信任动议分别由国会无共反党派提出，第一案是中间派提案，得到左派支持，最后得到278票。激进派提出的第二案只有94票。2项动议失败，代表国会会采取执政党的年金改革方案。不过反对派讲会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正式突破进程，也有改变的可能，也要求总理实质落台。 9 voix avec un gouvernement qui est d'ores et déjà mort aux yeux des Français, qui n'a plus aucune légitimité et évidemment une première ministre qui n'a ni légitimité ni pouvoir pour pouvoir continuer son action et qui doit évidemment 外国媒体指出，总统马克龙的做法已经打乱年金改革计划，也削弱伊的领导力。法国总工会要伫23日起进行今年第9摆全国大罢工，发射路港加强动员。政界多市已经连续几日间闹大小抗议活动，人数上侪甚至有8万人。示威者宣示会抗争到底。公司新闻杨干编译。 泰国伫咧拜一正式解散国会，会伫咧5月举行大选。2014年发动政变落尾坐大位的现任总理帕拉育已经表态要来拼连任。不过上届新的民调显示，这帕拉育的支持度只有排在第3。也若前总理戴克新的查某囝贝东丹，伊的支持度是比帕拉育更较悬。 泰国总理帕拉育日前向太阳提交解散国会的行政命令，太阳已经批准拜一正式公告，依法泰国爱伫国会解散后45天至60天内举行大选。外界讲上紧是5月初7，帕拉育已经表态要拼连任。รัฐบาลที่ผ่านมาผมก็ดีใจว่าอย่างน้อยผมก็ได้สร้างสิ่งดีๆขึ้นมาสิ่งที่เป็นรายไ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 EC ไม่ว่าจะ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ล่ะ 2014年，军事将领帕拉育发动政变，突然当时的总理用拉家己上台做总理，到今已经做8冬。泰国宪法规定，
总理上久敢若会当做8档，也毋过宪法法院去年判决，帕拉育的任期按2017年新宪出炉了后开始算，所以若是今年当选，就会当搁做2档到2025年。因为帕拉育敢若会当做半个任期，执政联盟中的国民力量党决定推派现任副总理普拉威参选。帕拉育只有另外组团结建国党想要继续掌权。最新民调显示，帕拉育的支持度是第3。15.65%，可能代表為泰黨參選嘅被動單支持度是38.2%。รัฐประหารเป็นสิ่งที่ทำ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หลังทำให้คนทั่วโลกมองเราในอีกมิติหนึ่ง My goal right now is just try to just make the party win, win with the policies, not win just to win。被動單36歲出身政治世家，老爸戴克辛、阿哥英拉攏做過總理，也毋過2人分別伫2006年和2014年。做有政變流亡海外，不過戴克辛家族勢力抑閣真強。被動黨正月表態要拼總理了後，提出條款最低工資、補貼水電費起高鐵這政策，繼承因老爸的政治資產，已經有新8個月，伊開一間巴肚走基層，甲為泰黨的候選人徛台。泰國政治評論家講，為泰黨當咧行向國會上大黨的目標，也毋過可能無法度單獨執政，要甲其他政黨組聯合政府。被單黨嘅總理之路也有真侪挑戰。公視新聞詹惠敏編譯。講到咱台灣嘅中南部一直無落雨，這農業也開始出現災情，算是上屆嚴重嘅這個森林呢。這春仔地因為無水，地樹開始大年嚴重欠收。那高雄嘅這個毋馬因為無雨水，營養不良，攏發袂大粒。另外，經濟部也已經宣布，對明仔載開始，新竹以南嘅水情燈號對南丁轉做青燈，提早進行省水嘅完備方案。消防人員等落救傷科和拄濟嘅查甫人，將要求化。嘉義縣消防局19個投降部一名查甫人，浸佇嘉南大中化橋，趕緊到場救人。你是怎麼掉下去的？我下去裝水了。查甫人為了省水，走去嘉南大泉灌水，家己嘅菜園啊，中南部繼續開花。森林也因為幾個月無落大雨，地樹無水灌溉，氣候冷氣無法度統一，今年春地受傷量減少，損失慘重。春菜已經無。啊，春你講幾成？你若種像有水好噴的，你種係無好收啦。哦，全部零啦。零啦。啊，你即馬有水好噴的，迄種少數的，也有水好噴的吼，攏只啲3成4成。唔但森林，高雄嘅青梅、地米、紅馬里甲桃仔也受影響。桃園甲線甲六股區青梅正是採收期，不過因為水分不足、欠營養，果子袂大粒，每一戶產量有個攏會少一半。這個大小只有1塊錢這麼大。很難採收，加上如果再下雨的話，這可能會造成落果。開花造成農損，根據農委會統計到2月中旬為止，農損相關的縣市是森林，大約2456萬，其次是高雄1561萬，第3是南投1529萬，全台累計超過6000萬。5月的梅雨是不是能夠來到還不確定，那7月8月是不是有颱風也不確定。那因此必須提早預警，提早部署。最近日來，和中央部會唔加疏忽，行政院會議長鄭文燦也宣布，2日起，新竹以南的水情燈號會由南丁轉為青丁，提早進行節水備完方案。記者綜合報道。為了要解決咱國內欠糧危機，農委會開放包括美國、日本等8個國家的雞卵進口。不過，消基會卻發出聲明，呼籲政府唔通干那顧解決雞卵，所以攏無重視食品安全。特別是美國、日本等國家，有關是禽流感的疫區，建議邊境檢驗都要列較嚴厲。食藥署表示講，這屆雞卵專案進口是搭配去檢驗，那準備合格會甲伊提登記，或者是全部廢掉。受到禽流感氣候等因素影響，最近國內雞卵產量減少，繼續欠懸。為了解決欠卵的問題，農委會表示3月底會啟動第期專案進口計劃，進口雞卵超過700萬兩4月，也還有更加多進口卵。就是它的那個來源出入追溯這方面，我會比較不敢買。就算它進口了，就算它來了，可能消費者也可以去選說它要台灣的還是要進口的吧。
那民众烦恼进口卵的安全，消基会也发声明，呼吁政府唔通只顾着解决欠卵，大规模进口鸡卵，也可能将禽流感病毒输入台湾境内，恐惊危及消费者的食安权益。这一次进口的这些蛋里面呢，其中还包括美国、日本、法国，事实上他们还是跟我们国内一样有禽流感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些输入的鸡蛋在源头、在边境就会把关去做查验的工作。那目前现在输入的这些鸡蛋都是逐批去做检验。食药署强调，所有进口数字食品拢要经过边境查验，包括检验农药、重金属、动物用药等项目。这摆鸡卵专案进口会用特批查验，若有无合格，会退还也是销毁，也会公告伫食药署官网。那国内鸡卵检验是由农委会伫农场做上市进前源头监测，就职了后，各由各地卫生局抽检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厝价悬，真侪人就选择税厝，就立委建议政府爱推动这押金由第三方来管理制度，减少欠押金的纠纷。另外，民间团体也建议讲，推动这税厝实价登录，厝头家赚的租金也会分开扣税，进行偷走税部分先甲因赦免，才会当来改善这税厝市场无够透明的问题。厝价悬，互人唔敢买厝，不少人选择税厝，暗过如何互税厝市场机制较好？议会指出，大部分税厝纠纷拢是押金的问题，建议推动押金第三方管理制度。内政部长林佑昌回应制度改革的建议当中，其实英国在最近这几年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保管这个押金，到时候解除租约的时候，有纠纷的时候，由这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决定如何退还这个押金，是否退还这个押金。第三方公证的话，可以比较有效去保证说，有些状况是可能是房东说的算。房东好不好跟房客好不好，有时候是很看运气的一件事。确实，如果放在第三方会比较安心。议会表示，目前税厝乌市比例70%，大部分厝主无愿变更出租的事实，也加做政府推动主体政策甲补贴一大阻力。民团建议税厝定量，明定厝主厝税出去爱申报必要资讯，推动厝主租税大厦引导，厝主申报纳管，租金用分离扣税，加设定落地条款，截止进前申报，过去偷走税就无要追究。落地截止了后加强查缉，配合催缴条款爱偿还。不要增加太多税负负担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设计，鼓励房东出来就是如实的申报，再进行就是说一个棍棒的一个督促，让这样的租屋市场就是可以如实的去登录跟揭露。张克认为，押金第三方代管虽然对租厝市场健全有帮助，啊，不过因为数目收过细，过去较无信托业者关系管理，操作面依然有爱克服的所在。林耀昌表示，台湾租厝市场确实无够完善，2年前开始推动社会主体，才慢慢建立租厝机制。内政部会阁研究改革方向，未来几个月慢慢推出。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禁止怀这囡仔，国内民法也会修法，明定爸母是袂使对囡仔有身心暴力行为。不过，根据着家父基金会调查，这囡仔互爸母体罚的比例有关是真悬，伫小学阶段大概要到18%，而且有2成外囡仔是被风拍过。车向囡仔费尽心力，啊，不过为家长有时阵伫个离地线断去的时阵，会对囡仔出手。家父基金会用问卷调查低效，回收1万多份有效的问卷，发现做到体罚的低效，小学阶段上悬有17.9%，体罚方式用维持姿势上悬有34.4%，另外是用物件，抑个用拳头母加卡毯也有13.6%。想方设法就是我不要被打，可是不要被打，他并不是去改善他的行为，他发展出了更多奇奇怪怪的行为，这并没有改变到孩子的行为，让反而造成更严重的状况。教父表示，体罚不一定能有效约束行为，啊，不过肯定会伤害亲子关系，影响至少身心健康。调查显示，将近7成失去自信，3成的自我否定。用3种方式体罚的囡仔，差不多4成会用暴力解决问题。活动代言人歌手林宥嘉对有数量这么多囡仔遭到虐待，感觉心痛后甜。每年却可以有1万个这样的家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也许你听到这一段话，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点像我一样，会觉得很心酸。
歌手林宥嘉宣导用爱包围，呼吁父母拄到饲囡仔困难，影响专业机构求助。数据显示，虐待囡仔有5成以上是父母。甲夫指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禁止体罚囡仔，日韩也修法禁止父母体罚。国内也要对立做，伫最近公告民法修正草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打道癌，可能较罕得有人知影。其实事实上咧，去年新北市有一位5年8期员郭文玲，就是因为这款病来过身。因为正好发现的时阵，大部分已经是末期啊。这打道癌也互人叫做是稳重的癌王。加在今年卫福部核准通用免疫疗法来治疗，病人存活时间会当搁再延长，听效更较好的治疗机会。睡觉的地方都有点黄黄的，我当时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奇怪。我每天都洗澡，怎么会黄黄？57岁老先生高当前感觉胃肠食袂落去，就是胃无爽快，等甲皮肤目睭红去检查，才发现家己是肝内打道癌。根据卫福部的癌症登记年报，60岁以上着打道癌的人较侪，肿瘤10公分以上才有镜头。要7成的人发现的时已经是末期，有人甲号做稳重的癌王。它的症状也很像肝、像胃、像设直肠，在台湾都会被怀疑在这个是像肝癌一样哦。医师指出，台湾每当大有2000多人着打道癌，而且每当增加4%，估计甲食食有关系。过去真侪人较诊的时已经扩散，甚至袂当手术，加上药物选择少，存活率真恶超过1档。加在今年卫福部核准通用免疫疗法来医这种病。那么，因为免疫治疗的好处就是，一方面它可以加强它的缩小的机会，第二呢，它会让有效控制的病人可以让时间拉得更久。医师表示，照临床数据，免疫治疗合并化疗有3成的病人肿瘤变细，2成5以上存活期超过2档，生命通延长，嘛通等到更较好药物治疗的机会。记者廖立福台台北采报道。伫咧新竹县的尖石乡有真侪人种香菇，不过今年所受到天气的影响，这湿度含水气拢无够，香菇的产量是大减，造成农民真大损失。原本传落来种香菇的茶库，这站受到天气影响，表面打壳真严重。那即支规排看过去，大支状况拢同款。农民讲，这个茶库1公吨成本花2万块，就算即马开始落雨，嘛无路用啊。我们过去看，水源本来在河川都是有水的，数月来都没有下雨，你看都有干枯了，我们饮水都有问题啊。它如果烂掉的话，没有水分，同样的。它那个甲虫那些就会侵入比较严重一点，这个是缺水分比较严重的地方。然后椴木香菇今年的产量也是一样，已经减少几乎5成以上。原本每个月会当收成2到3摆的香菇，变3个月才使收一次，产量减真侪，农民感觉日子实在真歹过。即刻通知坚实五峰公所进行农业天然灾害查报的工作，希望能够降低农民的损失。因为山区无法度用人工的方式来引产，即马农民只有希望茶库唔通伤紧就打客去，目求天公伯啊，斗3工赶紧落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最近伫花莲台东一寡风景区拢互乌白乱弹一寡家庭废弃物，抑个粪扫。东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处表示讲，这目前当咧调监视器抓人，上济会当罚到10万块。这是东海岸小高人溪水尾桥下过圳的人车通道。昨日，互人发现路边的草坡竟然出现大型帆布甲几啊包大型粪扫。伫溪层的一个桥墩也发现互人倒建筑废弃物。那桥下红弹废弃物。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20也接到通报，伫基期海水浴场停车场，有人将冰箱洗衫机倒弹伫水沟边，造成风景区环境污染。东管处已经请风冰箱清洁队协助清运，也毋过要追查到底是啥物人伫水尾桥下甲基期停车场弹遮尔大型的粪扫，要以观光发展条例开罚5000以上10万以下罚款。我是觉得除了没有公德心之外，应该要赶快把它绳之以法，不然他到处恶意的丢弃这些废弃物，其实是非常不好的。目前又透过监视器呢，在调阅相关的一个犯行者。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关的犯行者，我们就直接以观光发展条例来开罚。
当管处表示，这几天也捌有民众将拄啊出事的狗仔囝等伫风景区的停车场，这行为拢违反观光发展条例，甲废弃物清理法。当管处同齐下调监视器画面，交予花莲县环保局依相关法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林土库的万德病院是当地有上100年历史的医生馆，即马已经成做是艺文基地。真侪少年人用油画甲当地时代含蕴的故事画落来，替地方留作记录。一幅一幅的画作，保存婚林土库的人物、故事和光景，这拢是出名的画家王春敏所指导，由少年辈创作出来油画。他们都是在地，就各行各业比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借由这个教育方式，能让在地的人能知道这个文化的重要。我是土库在地的小孩，现在的耆老就是年纪也大了，近年来就是很多耆老都走了。那我们想要透过这些画、影像，把他们故事，把他们留下来，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土库的故事。这是伫婚林土库已经有上100年历史的万德病院，即马正做在地人文艺术中心。不时也会规划课程和展览，让这少年辈来遮培养摄影、画图等等的艺文能力。在画的时候，你就去想象他们之前在土库的地方的那个情景，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故事。土库这边的特色都保留在一个地方，来观光的人知道这边的历史之类的，我觉得蛮有价值的。透过老辈传承画图的基价，让少年辈将土库的每一段故事、每一个人物同齐流传落去，也让乡亲会当来遮怀念消失的情景。记者综合报道。瑞典要开放15岁以上的少年家无到遮会当赛车，不过爱甲这车先改过，甲时速限制咧30公里以下。So this is my car. It's a BMW in the 5 Series, F11, I think. And I got it for a year ago in April on my birthday. And I usually use it when I travel to school or meet out with friends. 当大部分的国家，15岁青少年敢若会当骑脚踏车，或者是轻型的机车的时阵，一个伫瑞典15岁少女伊芙琳娜已经会当赛车拍走啊！伫瑞典，稳准15岁以上有轻型机车驾照的青少年会当赛这种改造的慢车 A-Tractor 的法规，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初当时，这种改造的慢车伫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期是真时行，迄当阵农业设备欠缺。所以政府允准农民改造简单的农用车，到1950年代经济复苏了后，这种改造的慢车需求量减少，煞开始伫庄脚少年人之间流行起来，甚至去互青少年看作是会当独立自主的一种象征。Så det här är en A-traktor då. Vi har monterat den här, LGFen. Vi har monterat dragkroken som man måste ha. Vi har begränsat utrymmet i bak. Så att man inte kan lasta fler personer eller gods. Och vi har även begränsat den i motorstyrningen så att den endast går i 30 km/h. 就亲像这个车厂的头家讲的，这类车都要有各种安全的限制，除了干那会当载驾驶甲副驾驶，车速嘛甲高尔夫球的车差不多，而且透过后斗搭3角的警示牌仔，提醒后壁的车都要特别注意。最近注册这类改造慢车的数量，伫短短2年来就翻倍，拢总差不多5万车。因为这种改造慢车的使用者大大增加，根据数据显示，从2020年以来，相关的事故伫这5年来增加5倍以上，是真惊人。后边委员会伫今年3月份嘛批评这项交通制度，认为应该爱提悬相关的限制。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你住伫台湾敢有幸福咧？带观众朋友来去看全世界上界幸福国家。欢喜伫雪地内走来走去，芬兰人的幸福感再度蝉联世界第一。联合国20公布2023年全球幸福报告，芬兰连续2年入选全球上幸福的国家，就算是位伫北欧高纬度的地区，寒天真寒，人民悠闲会当伫这款的环境中安心生活。This is traditional Finnish crazy stuff. I think we all agree. And it's really the happiness side. I mean, it's very good sports, strong exercise and everything, but
it really is the happiness.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永续发展方案网络根据全球150个国家前3年的平均生活评价，来对幸福感进行排名。评价的6项指标包括社会支持、人均所得、健康寿命、自由度、人民慷慨度、甲敢有贪腐。芬兰因为健全的福利系统，让国民感受到互照顾，评比分数大大领先其他所有国家。今年的排名甲过去4年类似，拢是北欧国家是排头前。前3名甲去年同款，意思是芬兰、丹麦甲冰岛。第4名是以色列，比去年提升5个名次。今年20名有新民奖，立陶宛头一摆提升第20名，为2017年以来大大晋升32名。台湾今年排第27名，比去年小可退步1名。中国是排第64名。另外排名调查尾是阿富汗，甲尾仔第2的是黎巴嫩。这2国的共同点拢是受到战火摧残。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兰到新竹对19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